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你是对死门救我起来的，就监察遐个怨恨我的人所互我拄着的苦难，通互我讲起你一切的好名声。我要伫锡安城的门，为着你的救恩来欢喜。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81首，圣诗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敬虔跪拜，独一真拜上帝，信靠你免挂碍，而乐你到万代。请同心来吟。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至权至尊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要谦卑来敬拜，阮要伫你的面前学乐出声来讲，你是阮的王，阮要尊重你，你是阮的主，阮要高举你的名。感谢上帝，你过去一礼拜久的带领引带，互阮无论得时不得时，拢照伫上帝你的心意，愿平安来经过。虽然阮知影，伫世上的境遇，有时是顺境，有时是逆境，总是上帝你的手
不闪时伫阮的心上来做工，互阮会通经历你奇妙的神迹。主，阮即时阵，搁再一摆爱伫你的面前来谦卑认罪悔改，因为阮常常离开你的真道，因为阮伫生活的中间无照你的道理来行，互阮的心灵也因为罪的缘故受到极大的捆绑。阮要恳求主，你搁再一摆施阮怜悯，通过你独生囝耶稣基督的保护，除去阮拢总的罪过，通互阮用清气的心神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主，阮为着全球以及台湾伫新冠肺炎疫情的中间，阮搁再一摆迫切来祈祷。主，阮看见伫阮同胞的中间，有侪人受苦，因染着病毒，总是上帝你的恩待，也互侪人伫即个确诊以后，受到好的治疗，也渐渐恢复健康。主，阮要恳求你来帮助阮的政府、阮的执政者，互因通用正确的方式来做防疫，同时也会通互侪阮的同胞通过疫苗的注射，阮拢有即个抵抗力来对抗遮的病毒。主，阮为着阮国产的疫苗，也恳求主，你搁再一摆来施阮帮助，或者研发人员会通赶紧将疫苗来发明，通互阮有充足够益的疫苗来成做阮的帮助。同时，阮也搁再一摆恳求你，互国际遮的国家也会通对阮伸出援手，将因的疫苗会通来卖互阮的国家，通互阮的国家也通过国外的帮助，阮来对抗即个病毒。当阮搁再一摆，也要将教会中间侪遮病痛艰苦的兄弟，求上帝你来怜悯医治。主，阮知影人一生的年日，拢有上帝你定着美好的心意，总是有时阵阮无法度知影为啥事上帝你要为阮安尼来安排。所以，阮特别伫即个时阵，也为着校长的娘受上帝你的警召，转去到伫你天国的家，阮求主来怜悯安慰校长乐一家，也帮助因通过因伫即个个别礼拜中间，搁再一摆得到上主你的安慰，通互因知影活命是对上帝来，也上帝收转去。总是伫即个中间，阮犹原要学乐感谢，求你也将你的安慰平安施落伫校长乐全家。主，阮特别也搁再一摆，将今早起的礼拜，求你来带领祝福，特别通过你的话语来启造阮的灵命，帮助阮会通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阮安尼献上祈祷、感谢、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甲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士师记，士师记第11章29节到40节。台语汉语版圣经第274面。士师记第11章29节到40节。耶和华的神临到亚弗他，伊就经过基列的玛拿西，佮经过基列的米斯巴，佮对基列的米斯巴经过到阿文人遐。亚弗他就对耶和华下愿讲：你若将阿文人交伫我的手，
我对阿文人遐平安倒来的时，见若对我的厝的门出来迎接我的，要归伫耶和华，我要献伊做烧祭。对安尼，耶弗他去阿文人遐，甲因交战。耶和华将因交伫伊的手，伊就拍因，大大杀死因。对阿罗尼到米勒，直到阿伯勒基拉明，共20个城。安尼，阿文人就屈服伫以色列人。耶弗他倒来米斯巴到家己的厝，迄时伊的查某囝也玲珑鼓跳舞出来迎接伊。这个是伊独生的，以外无囝无查某囝。耶弗他看见伊，就拆二三讲：“哎呀，我的查某囝，你互我真惨，你也是互我真大艰难。因为我已经对耶和华开喙，袂为收倒转。”伊应讲：“我的爸啊，你已经对耶和华开喙，就着照你的喙所讲出的行伫我。因为耶和华已经为着你报仇你的对敌阿文人。”佮对伊的老爸讲：“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阮我2月日。互我甲我的同伴去山里，通提靠我做在室女。”伊讲：“你去啦。”就找伊去2月日。伊甲同伴去，伫山里为着伊做在室女提靠。2月日一经满，伊倒来到老爸遐，老爸就照伊所下的愿款待伊，伊拢无亲近查甫人。后来以色列中有一个例，逐年以色列遮的查某囡仔去追悼基列人耶弗他的查某囝，每年4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主日的早起，会通过线上的礼拜，同心搁再一摆来敬拜上帝。也通过拄则所读的圣经节，咱搁再通过这个题目圣经中间的妇人人对边缘来的声音，互咱来分享。检测咱拢捌有过下愿的经验，特别是咱过生日然后唱生日快乐的歌，切加2个进前甲咱3个斗阵遮的亲朋好友就会伫遐使人讲赶紧下愿，赶紧下愿因就会讲爱下3个愿，然后讲2个一个袂当讲。咱常常过生日时阵拢会拄着即款的代志。但是咱拢知影，通常伫生日所下的这个愿拢是讲了较客气亲像讲咱的学业会通进步咱会通考调理想的学校，也是讲咱厝内的人身体拢会通健康。当然嘛是有一寡人讲一寡有诶无诶即款的愿望咱讲迄天马行空的即个愿望亲像讲伊期待某物人会通当选是讲啥物世界和平等等这有淡薄天马行空另外一款的下愿经验，大概就是咱去到伫公园然后看到迄个许愿池咱就将迄个银角放伫许愿池内底即款的下愿。会记你细汉的时阵，逐摆若是徛伫许愿池的面头前其实心内所想的，毋是讲要将银角放伫许愿池内底来去下来去下愿反正所想的拢是趁无人的时阵就赶紧落去到伫迄个许愿池下骹将迄个银角拢鼓起来安尼就会通去买足侪物件当然这是一款真毋好的想法，因为将许愿池内底这银角拢鼓起来这是一款咱讲侵占罪嘛，是窃盗罪另外就是
咱嘛会去毁坏别人所下的愿望，吼，因为别人愿意等人家落去许愿池内底，吼，表示讲因有愿望，啊，咱若将伊捡起来，表示安怎？因的愿望就无得实现，吼，所以因所投入的每一个人格啊，拢是代表因的愿望。若是咱将下愿甲信仰来做一个结合的时阵，通常拢会加上誓约。也即款的下愿，通常是称作是咒诅。基本上，伫神明的面前，即款的咒诅拢爱附上条件，吼，亲像讲伊若是神明，互伊什物款的愿望达成，爱着爱行愿，吼，着爱行愿。也行愿的方式嘛是奇奇怪怪啦，吼，较正派的行愿就是安怎？会通为着神明来拍一个金牌，吼，通互神明来带，吼，也是讲看即个庙寺，尼看起来敢若足旧的吼，足厚的，爱着真心替即个庙寺吼来修建，吼，另外嘛有讲行即个善事，做一寡公益等等，吼，这拢是一款行愿的方式。较争论性、较属于争议性即款的即个行愿是啥物款的行愿吼？就是有人请人伫神明的面头前跳迄个脱衣舞吼。我感觉真奇怪哦，到底是人想要看，还是神明想要看吼？我啥拢无，到底即款的行愿是要行什么人的愿吼？耶稣捌甲咱提醒，吼，耶稣讲，一切无得咒诅，无得指天。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无得指地，因为地是伊的脚踏；无得指耶路撒冷，因为是大人君的城；也无得指你的头壳来咒诅，因为一支头毛你袂互伊做乌做白。若是恁的话，就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这以外是对迄个歹会出。然后弟姊妹。关系希望还是咒诅，这两项代志是毋是甲咱的信心无够也有关系？吼，检在咱会通好好来思考。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有关下愿所带来的一个悲剧。经文的背景是发生伫以色列士师的时代中间，自从摩西甲约书亚这两位以色列人的领袖，一位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这两位领袖过身以后，以色列人忽然间，讲六神无主啊！忽然间毋知要怎样是好，因为无人甲因带领，甲因引带，所以因伫遐感觉真戆硬。更较互咱感觉真奇怪的，就是因既然惊。耶和华上帝看做是歹的事，去侍奉最的巴力。巴力就是迦南地这个神明，当然毋简单是巴力，还有伊的某阿瑟拉，这拢是迦南地的神明。这以色列百姓气杀带领因离开埃及地的耶和华上帝，以及因列祖和上帝。所以上帝就以色列人受气。伊兴起四周围遮的仇敌来甲因攻击，并且将因交伫仇敌的手中，互因袂话伫仇敌的面前徛在。毋然呢，以色列无论去到伫什么所在，耶和华拢降灾伫因的身上，就亲像耶和华上帝所讲的，佮亲像耶和华因所讲的咒诅讲，要互因极其艰苦。这时阵，耶和华伊就会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互因会通脱离仇敌的手。但是，咱会通看见，这个百姓毋愿意来听士师的话，继续行因的歹。也以色列这款的戏剧，什么款的戏剧？就是讲背叛上帝，然后受苦，哀求上帝的拯救。然后上帝来拯救因经过一段时间的太平，这款的戏剧，伫士师的时代，不断在上演。
伫整个士师记最后作者有安尼讲，伊讲当迄时以色列中无王，逐人照伊所看做对的来行。对即个作者的说明，咱就会通知影，以色列人就好像是脱缰野马，亲像迄人仔内底的鸟啊，放伊出去然后就四界飞，毋知飞去倒位。这以色列百姓无愿意将上帝当作是因的王，无愿意遵守上帝所颁布一切的诫命。所以咱无学得发现，士师时代的这个士师，其实因是属于任务型、任务型即款的领袖。因拢是伫以色列人和外族来欺负侵略的时阵，伫遐受苦的时阵，互上帝呼召拣选出来，进行一个真短时间的拯救工作。也今经文中间即个耶弗他，就是伫以色列人受到亚捫人攻击的时阵，受推选来担任士师的人。伫士师记11章一开始有提起耶弗他伊的出世。耶弗他伊的老爸基列，伊是伊的老爸甲基路所生的后生。也伊的兄弟因为知影讲伊是基路的囡仔，所以认为讲伊袂堪得承受老爸的产业，就将伊赶出门。尾后耶弗他就甲一顶歹徒做伙调，做伙住，住伫即个德别的地即个所在。虽然耶弗他伫厝内是一位互兄弟气绝的人，互兄弟看轻的人，但是伊却是一位大官能的勇士。伫圣经士师记第11章一开始有讲，伊是一位大官能的勇士。迄时阵，因为以色列人受到亚捫人的侵犯，踮伫基列的长老就去找迄个德别的地来请耶弗他转来担任因的元帅，通甲亚捫人来征战。原本耶弗他伊无意愿想要来担任即款的领袖，毕竟过去是因遮的人将耶弗他对基列来赶出去，总是伫长老踮伫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来做见证的下面，最后因就伫米斯巴这个所在，为着耶弗他举行领袖的加冕典礼。后来耶弗他就吩咐使者，这个耶弗他就吩咐使者讲，你着爱去向亚捫人来抗议，去向亚捫人的王抗议，因为因侵犯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亚捫人的王伊就指出，当初以色列百姓对埃及离开，要经过要去到伫即个迦南地时阵，有经过因的土地，有侵占因的土地，所以耶弗他佫派使者去甲因讲以色列人伫咧迁徙过程中间，根本就无进入到伫因的土地一步。若是以色列人果然有侵占因的这个城市，为什么300多年来，这个亚捫人拢无去要求讲爱承认这个土地？所以伫这情形下面，咱看见亚捫人好亲像是安怎有理说不清啊！甲因加讲拢无效，所以甲即个亚捫人争战是无都避免的代志。耶弗他就伫上帝的神的感动下面来向上帝下愿讲，伊讲：你若将亚捫人交伫我的手，我对亚捫人遐平安倒来时，既若对我的厝的门出来迎接我的，要归伫耶和华，我要献伊做烧祭。所以耶弗他就前往亚捫人的地去，甲因征战。耶弗他，耶和华上帝就将这亚捫人交伫耶弗他的手中。检采有人会想要问讲，敢讲
是因为耶和他伊要献人做祭，所以伊才会杀赢即个战士。当然毋是。其实对上帝竞选耶和他成做士师迄碟开始，上帝就已经将亚扪人交伫伊的手中。所以简单来讲，即场战事的输赢，上帝早就一定定着好势。耶和他不过拄啊好是即个战事中间的元帅。那呢，伫摩西律法中间，要提起一项事，就是讲上帝禁止有人将家己的儿女献做火祭。虽然耶和他伊有即个上帝神界三角之地，但是无代表伊是真正认捌上帝的一个人。意思是讲，伊对上帝无信，因为伊久长徛起伫外邦的土地，拄则讲伊去到伫德别的地，即个德别地伊其实是伫亚扪的境内，难免会受到迄所在风俗的影响。也即个献儿女成做祭物即款的方式，拄啊好是亚扪人咧祭祀摩洛的神的一款手段。亚扪人因敬拜的神就是摩洛的神。摩洛的神伊就是献儿女成做祭物。真明显，耶和他为着要得到即场战事的胜利，既然真凊凊彩彩下一个，互家己拢感觉真后悔的愿望，就伫耶和他来得到即个战事胜利的时阵，伊倒来到家己厝的门口，目睭前所看到，既然是伊所听迄位独生女摕玲珑鼓出来跳舞迎接耶和他，所以伊就拆离伊的衫，伫遐大声哀叹。伊就甲家己的查某囝讲，已经上帝下一个愿，即个愿是无法度挽回。耶和他的查某囝知影这样事以后，伊并无伫遐怪罪伊的老爸，伊仰望老爸通照伊喙所讲的来行。就安尼，耶和他的查某囝甲伊的同伴去山顶，为着家己所拄着的遭遇来哀哭2月日。到期，耶和他就照所下愿对待伊的查某囝，将伊的查某囝献做烧祭。兄弟姊妹，咱对耶和他献家己的查某囝做烧祭的故事，咱好亲像是看到一个女性顺服到伫死即款真高贵的典范好亲就是一款高贵的情操啊！但是这敢真正是咱信仰的价值吗？检在过去伫老爸世下制度即款的文化下面，妇人人甲儿女就好亲像是男性的财产，所以讲完全顺服，好亲就是因唯一的选择。因是财产，因无法度有家己的想法。无法度有家己的决定，只有即个厝内的男性会通做决定。世事咱一定到第21世纪的今日，犹原有人会引用保罗先生的话讲：，伊讲做妇人人的，要顺服家己的丈夫；做囝儿的，恁点伫主，要顺趁恁的父母。咱检采会听起侪即个长辈安尼咧教导。咱知一直以来华人的社会，就是伫一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款的思想内底，好亲像得到真悬的学历，这是出头天唯一的即个路径。所以有侪家长就会用各种的方法。要互家己的囡仔会通考调第一志愿，也是讲考调上悬的学校。有一个家长
虽然伫个囡仔已经考调最高学府上悬级的即个学校，依然感觉无满意。因为因个囡仔毋是考调医学院，说实伊真正也考调医学院啊，但是因个父母嘛是无满意，因为伊毋是考调台大医学院，所以因个家长就会要求囡仔就要一直停课，一直考到考调台大医科为止。过去伫即个升学主义真盛行的即个时代中间，我就发生过有即个为着要顺趁家己的父母的期待，却造成无法度挽回的悲剧。有人因为一直无法度考调台大医科，所以一直去停课，用足侪年的时间停课了，到落尾真正互伊考调台大医科。这囡仔就将伊的成绩单摕互伊的父母看，互伊父母知影讲，你看我一定考调台大医科啊。然后伊就留一句话讲：我已经完成恁的期待啊。总是到第二天，这个囡仔就去跳楼自杀。另外嘛有人考调这个台大医科，将迄成绩单摕互父母看了后，伊父母讲：我已经完成恁的愿望啊，现此时我要去完成我家己的理想啊。接续伊就去选择，搁去考别个科系，去读伊所喜爱的这个科系。刚才一出电影，咱拢捌看过小孩不笨啦这个电影就是咧讲述新加坡教育制度的一寡问题，包括有迄个能力分班，也是讲新加坡语言的问题，因真注重英文，但是真看轻华语等等。这个影片中间有3个主角，因为因的成绩拢真无理想，就互学校分配到伫迄个EM3，用因个EM3，因个讲法是安尼这个EM3就是后段班啦。所以这3个囡仔伫即个后段班来读册，基本上伫即款的班级的中间，毋但互老师看轻，因嘛是互老师放弃啊，嘛互即个前段班的同学来甲因看轻，甚至连家长嘛认为讲，因的囡仔将来拢无出头。后来伫即个班级有来一个新的老师，这个老师无甲因看轻，反倒一直甲因鼓励，就是爱怎样读册，迄个方法家己爱去找着。最后，这3个囡仔就发挥因的特长，就安尼3个囡仔伫学习顶面，拢有无共款程度的提升。所以，真正的顺服是啥物？真正的顺服，并毋是一款被迫性，受到压迫，即款的方式的满足，来满足某一寡人的私欲甲虚荣，是讲勉强家己去达到某一寡人的期待。真正的顺服是一款甘心乐意，无求回报，完全摆列，好亲像耶稣伊甘愿顺服上帝的旨意，行十字架这条路共款。保罗先生伊捌安尼讲，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状，成做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兄弟伫疫情真严重的这段时间，检测咱嘛会通好好去思考，去检验咱是毋是有顺服的心。但是，咱伫日常生活中间，是毋是有确实来遵守防疫逐项的规定？咱顶礼拜拄好有即个五旬节的连假，总是咱看见新闻的报道，会知影讲，伫即个政府宣布讲，
即个连假的中间毋通拍走，但是嘛是有人安尼四界拍走。有的人甚至走去到伫山里，去露营，认为讲伫山里无人找着，结果嘛是有互人来甲因检举。一寡人都伫遐密起来，群聚伫遐跋筊，伫遐啉酒，也是讲伫遐唱歌。因为遮个人自私的行为，毋知佫会造成偌济即个防疫的破口。所以，咱敢真正会通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有迄个顺服的心来顺服咱政府的规定。第二是真做一基督徒，伫个无实体礼拜的即段时间，咱是毋是犹原会通持守有规律的灵修生活，稳定来参与线上的聚会，将分别做成的奉献来摆列伫上帝的面前。若是咱过去是因为高不忠，有可能就是要互人强迫，也是讲我一定是养成一款习惯啦。我才来参加教会的礼拜聚会，我才参与伫教会服侍，我才为着教会来奉献。一旦有真长的时间无即款实体的实体的礼拜，咱就愈来愈变淡，也最后。咱会感觉讲毋免参加礼拜，毋免参加教会各种的聚会，感觉真正有轻松。对今日故事，会通思考另外一个信仰议题，就是咱拢有机会互上帝竞选来成做协助伊完成某一项工作的助手。咱只要照伊的计划来行。毋通阁加做虾米款代志，莫阁画蛇添足啊，多此一举，会造成亚弗他的查某囝真做烧济。这个悲剧上大原因就是亚弗他对上帝的信心不足，所以就要透过向上帝下愿来确定伊家己会通刣赢这个战事，却毋知影。这场战事，这场亚扪人甲以色列人的战事，是上帝亲自替因在征战，也有他不过是上帝的助手拿定。好像上帝伊家己所讲的，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伫汉文中文的圣经是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咱就要清楚知影，教会中间各种的事工，拢是通过上帝的手来完成。咱不过是伊的助手拿定。咱唯一爱做就是专心敬拜，专心侍奉，专心拜列。也圣神就会赏赐予咱完全的信心，来看见上帝奇妙的所在。两兄弟，上帝拣选人的方式。常常拢毋是咱会通理解的，好像今日经文中间的亚弗他，伊是基督的囡仔，伊是互兄弟赶逐的，伊是甲即个歹徒相较大的人。虽然伫人看起来，伊的身世好像是一因逼真，但是伫上帝的眼中，伊却是一位大权能的勇士。上帝拣选伊成做士师，上帝的神也降落伫伊的身上，互伊会通刣赢所有的亚扪人。对安尼，咱会通知影，只要咱甘心互主来使用，即使是正人，看做是无够体面、无够缘投的、无够水的，上帝也拢要互伊变成做是真贵重的器具。咱嘛要知影。教会中间一切的圣工，拢是上帝的手在掌握，也咱有机会参与伫上帝的工作中间，其实是上帝的恩典。当咱知影，咱只是一个助手，毋是一个推手的时阵，咱就爱用更较谦卑的心，伫每一个事工的顶面敲做上帝的心意，
并且用顺服的心，伫圣性的带领下面，咱来参与侍奉。上帝所要完成一切的代志，拢已经真良善美好啊！所以实在无需要咱阁加上什么款的物件，互伊看起来阁较水。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知影上帝的心意较悬过咱的心意。上帝以爱咱的顺服，是一款甘心乐意的摆列。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伫你面前，搁再一摆要谦卑来看见上帝你的手所做，拢是有你美好的心意。主，阮知影，有时阵当阮看圣经的故事，阮有侪侪无法度理解，亲像伫今日经文中间，即个耶夫他的查某囝，伊啥事着爱成做献祭的祭物，只是简单伊顺服伊老爸的咒诅，伊的下愿，所以着爱牺牲。还是阮误解上帝你伫即个故事中间的心意。主，当你要完成一项事的时阵，你早就已经计划好势。你期待有人会通甲你相同工。好亲像上帝，你决定要互亚扪人降服伫以色列人的下面，你就竞选耶夫他成做元帅，带领以色列人来杀赢亚扪人。耶夫他不过是一个助手拿定。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清楚看见，伫一切代志的顶面，主你定掌权，你一直伫立你。你需要阮参与伫即个中间，是爱阮伫即个中间来看见上帝你所行的事，是阮着爱学习、降服。好亲像耶稣基督，伊愿意顺服伫上帝旨意下面，甘愿行十字架即条道路共款。主，阮知影，当伫这疫情真严重的时阵，阮有侪侪无方便，总是阮犹原着爱照政府所规定的，免得互即个疫情搁再扩大。感谢主，互阮伫即几日的中间，阮确诊的人数有渐渐减少。总是阮犹原着爱做好防疫的措施，互即个疫情会通渐渐愈来愈衰退。主，阮也伫你面前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机会参与伫教会的圣工中间的时阵，阮无因为是毋是有实体的礼拜，是因为阮知影，阮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就是阮的本分。帮助阮，互阮虽然伫无实体礼拜中间，阮犹旧愿意将阮所有的摆列献做祭，特别是阮的每一工生活中间，犹原持守阮固定的灵修生活，阮参与伫线上的礼拜组织，也为着上帝你国度的圣工，将奉献备办好势，通互阮知影，阮所得到的一切，拢是对上帝遐来的恩典。也阮所摆列的担保，不过是上帝你意爱阮来去行的心意。主，你帮助阮，互阮确实会通知影，当阮顺服伫你的时阵，上帝你的恩典就搁较加添伫阮的身上。阮安尼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再一摆来吟圣诗，圣诗第612首，圣诗612首，境有好歹，变化无定。
境有好歹，变化无定，上帝在照顾你。点做熟的稳当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在顾，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咱同心来念。这是听我来报告。报告的事项第一项，有关是鼓励咱会通准时参加咱线上的台语礼拜，而且咱礼拜的中间就要备办心。第二，咱伫线上礼拜期间，有缘是无法度有实体的奉献，请咱的兄弟姊妹的确着要诚心。将这现金准备妥当，因为咱对上帝领受的有侪侪丰盛的恩典，所以咱将这个奉献给上帝，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期待咱伫这疫情的中间，会通将这个咱所要献给上帝来准备好势。虽然伫疫情的中间，咱知影有的人这个工作。可能有较无稳定，总是咱有缘伫即个中间会通看见恩典，上帝恩典够也用，所以无说毋是要甲咱讨钱啦，是要鼓励咱，着要知影讲咱为上帝奉献，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真要紧的行动，即个回应的行动求主来帮助咱。会通将这要献给上帝来准备好势。第三就是咱拜三暗时拢有这个线上的祈祷会，欢迎咱兄弟会通做伙来参与咱若要参与的人会通入去到伫 Google Meet 的会议中间，无输伫拜三早起就会将这个会议的代码放伫咱教会内群组内底，所以毋望咱有较侪人。同心用祈祷来敲找上帝的心意，也会通知影伫祈祷的中间会通有上帝较大的恩赐赏赐互咱。
第四所敬听的校长老娘，即个郑宝碧姐，伫顶礼拜日6月13早起7点安歇主怀，并且伫金主日早起8点，伫第二殡仪馆要举行力量火化礼拜，求上帝的神来安慰所有遗族。第五，咱继续为着台湾甲全球的疫情来祈祷，特别是伫咱教会中间有侪位伫即个病院咧工作的兄弟才有宜颖、秀玉、于林、奎元、尹君、周安、约翰甲苏雅师母请咱替遮的同工兄弟姊妹祈祷，上时也会通为着因厝内的人来祈祷特别因伫甲即个病院工作的遮的亲人做伙的时阵嘛是需要做真好的这防疫求上帝来带领。咱今年度第三季7月份到9月份的事工甲事奉计划表，我有一定放伫咱的群组的中间，所以请咱的长职甲参与服侍的同工会通来家己看。咱目前即个防疫是一定是停留伫第三级即个第三期是到6月28为止，6月28以后爱看政府是安怎宣布。咱若是6月28以后是未降落来到第二级，咱犹原是用线上的礼拜来进行。若是7月份开始就已经恢复到伫第二级的时阵咱就是照即个事奉表顶悬安尼的事奉排列请咱兄弟姊妹甲长职来准备。第七，第三季7月份到9月份的新眼光读经的手册，有放伫教会招待道的顶面。检在即马无方便来到伫教会摕遮的手册咱会通报应会通来到伫教会来摕咱犹原爱建立每一工灵修的生活最后犹原是为着咱教会所举办这福德里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共产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经过小会讨论感觉讲这个事工嘛是袂当停有一寡遮的独居老人确实是需要咱的协助甲帮忙所以就是有请因若是行动方便就家己去到伫犯罪食堂来摕家己出餐互因即个食饭的问题拢会通得到改善所以即个事工犹原是有咧进行只有几位行动较不便较不便的遮的里面检采咱无方便送餐去即个部分有几位是求上帝嘛特别怜悯会通互因得到好的照顾好，安尼以上报告最后来吟上言的诗，圣诗第390首。请咱大家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角伫地，对即事直到主过来，阿门。